后来继续要来讲，军中有袂少的飞行员，服役年限一个到，拢会退伍跳去民航的公司来上班。讲就是因为军中这将军的位真少，加上民间的航空的薪水真悬。像这个2011年到2019年 F-16的战机，就培养129个飞官，但是都有108个人来离退。也毋过今年1月，政府通过奖金的制度。重金来留人，再加上新冠病毒的疫情，所以今年到打也无飞官来退伍。你没有那么跟说了？可以。经过千辛万苦的训练，一位中华民国的飞官才会诞生，但是要让伊离开嘛不难。是待遇跟福利，总是会比军方好这么一点。将军的缺也变少了，所以就导致很多。飞行员会到民航发展。会当做将军的人真正足少的。2011年到2019年 ，F-16新增加的飞官有129人，但是离退的飞官煞有108人。2020年到目前为止无人退伍，除了因为疫情，还有就是景气无好，另外就是靠重金留人。以国际航空来看，机师月薪正驾驶接近40万，副驾驶破23万，中校拼一个有机会，少校月薪20万。不过靠调整飞官继续服务的奖助金，只要好好留落来，每年至少接近100万奖金。中校平均落来，月薪对28万5起跳，上悬35万，少校26万，比过去好真多。薪水一样，缺将军缺又多，所以呢，这可能以后变成一个潮流。这个是市场的供需的问题哈。如果一旦疫情缓和了，还是趋之若鹜，还是蛮多人的向往。虽然讲保家卫国袂当用钱来看，但是若是看无前途，对飞官来讲，要留还是要走，嘛是歹决定。